这条新闻大家拢真关心哦，就是这5月7日劳动节，敢会变作是全国拢放假咧？今日教师工会和立委做伙开记者会，呼吁着要解决无共款放假条件乱象。朝野党团目前是有共识，要让这休假呢有法源依据，甲这劳动节、教师节拢列做是国定假日，争取今年就开始休。那内政部是表示讲，这牵涉到放假日的增加，需要社会共识，因来继续收集大家意见。 劳动不分你我他，5·1全民齐放假。含朝野三党的立委做伙画口号，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表示，5·1国际劳动节是代表世界各国劳动者团结、凸显劳动价值的节日。不过，长期以来对各界要求应该定做固定假日，终结休假的乱象，认为行政部门对修法的态度真消极。这一件事情本来是行政单位他就可以去执行，但是长期以来行政院这边的一个怠惰的一个处理，那我们乐见有蛮多的委员提出这样的一个法制化，让整个这个国定假日的一个意义可以彰显出来。宣告总也指出，5·1做固定假日并且法制化已经是朝野党团的共识。除了民众党以党团提案，国民党甲民进党拢有真侪位委员提出修法的版本。台湾民众党主张应该透过立法的程序，将国定假日明确定于法律的位阶，确保它的稳定性跟它的公平性。那事实上，我们去年10月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法律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草案，包括5·1劳动节及9·28教师节应该恢复为全国性的假日。卓荣泰院长除了应该立即兑现行政院之前的承诺以外，将5·1劳动节假日还给老师之外，也要让全国教师跟劳工享有相同的权利，也应该要对于教师下班时间的离线权呢，去做出配套的措施。不一致，其实这造成全国很多的混乱啊，所以我认为劳动节应该优先处理啊。那我也提过，就是国家棒球日啊，那当然所有的国家的节日要不要放假，这个希望说行政院统一做一个逐步的来提高我们放假的日子。除了其他朝野立委会当甲固定假日法制化列作本会期优先法案，专教组呼吁赶紧完成相关的进程，包含5·1劳动节、9·28教师节拢列作固定假日，并且应该对今年开始实施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